屏东潮州有一个民宿的头家哦，伫面册发文指控讲，有同业甲伊租伫转运站附近的民宿，原本契约是拍5档，后来有纠纷，2档前哦，就无阁继续租咯。也毋过对方伫网络的相关资料嘛无摕落来，伊准备要去提告。也毋过，这对方是讲哦，伊是袂记只甲大文抬掉，毋是调工的。 这间民宿就伫潮州火车头附近，生意袂歹。头家煞伫社群顶面发现，共一间民宿有别人搭文做广告。原来对方是同业，3年前捌甲因租过这间民宿来经营，因为发生纠纷退租。毋过对方伫社群面顶的资料无摕落来，只要伫网站敲吹，出现的又阁是厝脚业者的电话资料，互伊感觉影响到家己的生意。就赫然跳出来，他还在上面哦。 就2间了，我就赶紧点进去看，然后就非常气愤了。他已经盗用我们的那个民宿招牌，然后盗用1年多。董事人才生气，认为对方既然退租啊，就应该把广告摕落来，才袂互人客分袂清楚，影响到因的生意，有侵权和冒用商标的疑虑。实际找网站已经无相关民宿的资料，询问另一方业者，伊解说社群看到的，拢是当时亲情斗推广的大文，退租了后袂记哩抬掉，是原本的头家甲讲，伊才赶紧退掉。当时我确实1个月4万跟他承租啊，那时候确实我们有把招牌放在民宿上做使用啊，那个都是当时 FB 的一个分享在个人脸书的贴文而已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网络商业内容啊。因为潮州火车头附近闹热，是真侪前往恒春垦丁佚佗的歇困中站，所以遮的民宿生意拢算袂歹。双方业者嘛无料到讲会因为店名和租约的问题引起纠纷，当事民宿嘛已经报案，争取家己的权利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